我哋今集 Fuck Profile 請嚟一位66前香港嘅鹹漫畫家，亦都係香港嘅鹹漫教主。講下佢點樣轉行做咗網絡流民之外，意外被發掘到成為香港亞洲區世界灰甲第一名。咁我哋非常高興請到喺過去半年不斷受到灰甲人網暴嘅陳大嬸出嚟，精精色色去訪問下呢位傳奇人物灰甲人。大家好啊！今集真係好高興啊，能夠揾到世界第一灰甲冠軍啊！又名叫灰甲人。喂，你喺鹹漫界裏面聽講都有好大嘅豐功偉績喎，我想問下點解你會突然間轉戰做灰甲人呢？咁啊，係啦，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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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啊，係啦。我想問啦，你明明喺鹹漫界好大發揮噶，點解你會轉戰做灰甲比賽咧？仲攞埋冠軍添，你有咩感想啊？同埋有咩嘢抱負咧？我哋進入正題啦。你比上屆嘅灰甲冠軍咧，腳嘅指甲嘅含菌量啊，超出1000倍喎，你點做到噶？世衛話標準咧，最多係1倍至2倍嘅啫，超過10倍就基本上個人都瓜埋噶啦。你仲可以超過成1000倍喎，你食啲咩嘢噶？你食啲咩嘢可以令到你咁樣嘅咧？咁啊有傳咧，你話啲人話你係食廚餘噶喎，呢個係咪你養生嘅秘技啊？可唔可以講下？最後一條啦，哎呀，亦都係戲肉啊！最近咧，聽聞咧，你問啲網友借3000蚊過年，係咪好手緊啊？借唔到錢都仲要去報警喎？喂，點解啊？咁啊，係啦，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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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啊。